Hello， 大家好，我係頂峰翡翠何生啊。香港頂峰翡翠台主要係分享珠寶玉石相關嘅知識，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留言分享一下你哋嘅經驗啊。Hello， 大家好，我係頂峰翡翠何生啊。咁今日我哋回歸翻翡翠嘅基本種，翡翠嘅種究竟分幾多級呢？根據新國標嘅定義，翡翠其實只有4個級別，分別就係豆種、螺種、冰種同埋玻璃種。但係隨住時間嘅過去，翡翠嘅愛好者同埋商人為咗更好區分翡翠嘅級別，開始劃分更加多嘅種水，例如細螺、螺冰、高冰等等。而近年嚟更加出現咗2個更加誇張嘅級別：龍石種同埋鑽石種。龍石種可能大家都略有所聞，但係鑽石種應該真係冇聽過啦。首先講講乜嘢係鑽石種，再講乜嘢係龍石種，最後何生會講下自己嘅睇法。呢段影片有啲長，請大家耐心睇完啊。以下係行內人眼中嘅說法：鑽石種翡翠顧名思義就係比玻璃更加玻璃，靚到唔似翡翠嘅新翡翠。行內亦有叫做玻璃金種、冰晶種、水晶種等等等等。呢一類嘅翡翠特別之處在於視覺上好似水晶一樣純正透明，轉動嗰陣好似鑽石一樣有火彩嘅，多數係母色或者淡紫色，無論熒光定係剛性都高出普通玻璃種唔係一個級別，豪華程度堪稱極致。喺揭陽同埋瑞麗嘅翡翠市場上面，被當成極品嘅玻璃種喺度吹捧。既然講到咁稀缺、咁高級嘅翡翠新品種，佢到底係咩來頭呢？呢一度就要講到翡翠嘅定義啦。眾所周知，翡翠嘅國際定義係以硬玉礦物為主嘅輝石類礦物組成嘅纖維狀集合體。但鑽石種呢個特殊性又喺邊呢？佢係一種單晶體硬玉，硬玉成分嘅含量接近100%，而傳統意義上嘅翡翠僅要求硬玉嘅含量超過80%以上就可以出具翡翠嘅證書。咁作為硬玉遠超標準嘅鑽石種，係唔係比普通翡翠更加高級呢？呢度俾5秒鐘時間大家去思考一下呢個問題。其實答案係否定嘅。所謂過猶不及，鑽石種雖然話硬玉含量更加高，但係國標中嘅翡翠嘅定義並不相符。事實上，鑽石種啱出現喺市場嗰陣，幾乎所有鑑定機構，包括 NGTC， 全部都係按照翡翠出具證書嘅。但係呢個結論並唔嚴謹，喺行業內對呢個爭議都係非常之大嘅。由2025年，即係今年起，鑑定機構對鑽石種唔再出具翡翠證書，包括 NGTC， 亦僅只係出單晶體硬玉嘅鑑定結果。當冇咗翡翠名頭傍身，鑽石種亦都係徹底失去咗炒作嘅價值，價錢一落千丈。嚴格意義上嚟講，鑽石種同水墨玉係一樣嘅，屬於翡翠嘅半新礦。雖然鑽石種佢有翡翠嘅美感，又同鑽石一樣咁閃亮，但係佢始終唔係翡翠，所以依家喺市場上面已經好難再見到啦。講完鑽石種翡翠，咁我哋依家再講講龍石種啦。以下係行內人對龍石種嘅定義。20年前，一個行內嘅老前輩開始講起龍石種，當時好多人都唔理解，甚至好多同行都覺得佢係吹水呃人嘅。但係當呢位老前輩拎咗幾件稀世高級翡翠出嚟，大家先明白乜嘢係龍石種。龍石種喺玻璃種入面伴隨生長咗一條特別高級嘅，好似一條小河流一樣，我哋稱之為水路。一啲解石高手將呢條水路攞出嚟，佢嘅剛性、佢嘅肉質、細膩嘅程度、佢嘅貴氣都高於其他嘅玻璃種翡翠。通常我哋見到嘅玻璃種都係冇顏色嘅，但係呢條水路好稀有咁帶有一絲絲嘅綠色，同平時講嘅色帶係有區別嘅。呢一絲絲嘅綠色反映出嚟嘅水路感覺特別空靈通透，龍到處有水，佢所到嘅地方水頭都特別好。呢位老前輩就起咗呢個咁嘅名龍石種。所以龍石種其實就係玻璃種入面更高級，
細膩到用肉眼睇完全睇唔到任何晶體結構，顏色同種水完全結合，有一種空靈、溫潤又細膩嘅感覺。好啦，依家講解完鑽石種同埋龍石種啦，咁我哋就講下何生自己嘅睇法啦。其實翡翠嘅種水分為4種：豆種、糯種、冰種同埋玻璃種。喺之後衍生出嚟嘅種類之中，除咗更好分辨佢嘅種水之外，好多都係為咗抬價而作出嚟嘅。而大家都聽過翡翠中嘅極品龍石種、鑽石種，講到底係為咗炒作佢嘅商業價值而作出嚟嘅。例如一件100萬嘅玻璃種翡翠，但係商人想將呢件翡翠賣到500萬，咁點算呢？唯有諗計，咁咪作一個更加高級別嘅種水出嚟咯。當越嚟越多人認識啦，咁呢件翡翠嘅價值自然就會提高，炒作嘅人就會越嚟越多，價錢就會水漲船高。大家又對呢啲事件點睇呢？歡迎留言俾我哋知你嘅睇法。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用咁多嘅時間去睇完呢條片，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今集嘅分享就到呢度啦，接落嚟何生會繼續分享關於珠寶玉石嘅基本知識。記得關注同埋俾個 like 我哋頂峰翡翠啦，拜拜。